1811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许彦强编号3号，片名《武侯爷的智慧》，作者车锦绣，录音阿文哥。也今年从头外地报纸、电视新闻看到，都是流传各种嘅塑胶乐嘅。现下因为塑胶乐嘅便宜又利便，唔管烧嘅、烂嘅、病嘅，总下用塑胶乐嘅装。无论上山下海，大闸小闸，用过就跳脱。大家关系安样无限制嘅使用塑胶乐嘅。三不二时看到新闻报道，海州许多海巡研究人员切开假都市，发现海州唔系不平时嘅，系因为涉及到人类得到大海地图嘅塑胶落嘅，而无法度消化脏死脱嘅。海州归身嘅塑胶粒嘅特性，其他嘅海鱼未同样有，人有作鱼嘅来食，也特性又转到人类本身来，结果就安样轮回，鱼嘅源头减少，大环境污染，人类自家未系太食物链其中之一，健康当然大受影响。今年正月年过后，外地家己上来特别了一两个月，伢子带心顶山档，有蔬菜好种菜，大摆油菜好杂，佢就粗茶的拿来本爱。第摆拿到佢用自落的装订嘅青菜，爱先放冰箱。等到爱煮嘅时节，再打开自落嘅来看。张地自落嘅地图还用双层五号页包定，唔系用塑胶落嘅台。我就想，阿姊呀，正经听唔到时台呢，也还有马上用五号页包东西。我暗暗地嘅小阿姊，冇想到先拿出一种菜色，盲色嘅菜用原本嘅五号页包转去，继续放冰箱。过2日菜色脱，去拿第一种菜嘅时节，打开五号页，包啲一肚嘅青菜含本本齐齐。都也爱脏地五号页按好用。下嘅时节，下嘅时事科技进步迅捷，大部分人总系因为新嘅发明较进步，求完成求东西，大家就跳脱。唔过唔管新也求，大家总爱想较长久，想较远大诶，记得唔爱命，唔爱抹嘅历史，尽流尽到，流到最尾，地球总会被历史压脱。都这样时，人无法度代地球，后代子孙咩唔知爱ฮ็伫哪位？真好啊！五号也唔但将做得保存青菜、鱼、肉，效果未比塑胶落嘅较好。东西食脱，老五号也跳脱，佢转到内度，自然免脱，就会变皮料养分，全无打上。五号也无毒性。唔会污染环境，颠倒本地球强力，
分人类空隙，也是头摆人嘅智慧，要记得赞好。